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透过这3段圣经，让我们来迎接新的年度，让我们能够领受基督的圣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读的3段经课，第一段是以赛亚书第9章1到5节，耶稣的救恩施行在加利利。这段圣经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读过。那这一段圣经是预言那个的背景是，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的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那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公元前732年，亚述帝国大军压境，并吞了亚兰那个当时一个大国，就是叙利亚，然后把它并成一省。接着呢，以色列的北部，他们最早被亚述并吞的就是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这是古代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的2个支派，在最北部，所以他们整个人民都被掳走，然后整个国家整个省就变成像个废墟一样，人数非常的稀少，所以那里的人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很像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可是第2节9章2节就预言，他说：“你们这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你们会看见大光；你们这些人像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会有光来照你们。”这段圣经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个大光，但是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第4章，第4章一读的时候，讲到耶稣的传道。耶稣传道从哪里开始？就是从加利利。加利利的什么地方？就是从拿弗他利地跟西布伦这个地方开始传道。所以在这里开始传道呢，那马太呢就把这段故事，这段旧约的那个预言，就跟那个耶稣的传道连接在一起。所以以赛亚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换句话说，被掳的加利利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要被释放。在这里象征着普世的人类，活在死荫的人，在幽暗里面的人，被罪恶所伤，远离上帝恩典跟家园的人，生活在愁苦跟失望中的人，好像没有一线希望。但是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到了，就要临到。所以黑暗的人是指着上帝不跟人同在，没有以马内利。所以这里整个希望的信息就提到耶稣的来临。那这里提到救恩的实现有2方面。第一方面呢，看第3节，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使像人分礼物那么快乐。他们这个国家被掳掠一空，剩下老弱残兵，所以他们那些人口非常稀少，老的老，小的小，所以他们唉声叹气。然后呢，他们所有的收割的东西一收割来，一出来，然后呢，亚述国就来扎底位，就把他们的收割的东西全部都掳走。他们痛苦，已经剩下老弱残兵了，又剩老弱残民然后呢，一点点的收割又被他拿走。所以呢，他们认为得救最好的方法，最美的是他们能够得到丰收，他们的人口能够加增，所以有更多人有投入那个工作的力量，然后呢可以投入种田，能够他们投入生产力，他们渴望的生产力
因为要人口多，他们渴望了以后得胜，所以呢，在这里就用这3个象征：人口稀少的变成人口多，然后呢，劝说的地方变成丰收，然后被人家掳掠呢，现在变成得到掳掠的这里。所以在这里就象征了耶稣基督的来临，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使我们刚强壮胆，使我们的灵性有时候在黑暗中，我们过着灰心丧志，而转向上帝的真理的时候，要赐下盼望，让我们满有勇气。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这个第一方面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喜乐，这一方面。好，第二个救恩是第4节第5节，上帝要彻底解放我们，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他就描述当地的人，他们真的像当年在米甸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头戴着枷锁，那肩膀带着横木，然后呢后面又短棍的打，那个枷锁台湾话叫做亚给啦，那个横木我们要台湾话叫牛搭啦，那个牛带着才能够拖车，然后呢，现在是亚述人是把牛放在人的身上，叫人去耕啊，那时候活得很痛苦，很没有尊严。好，在这里呢，形容什么？形容上帝要解放人的心灵是彻底的，使人在光明中喜乐，所有罪恶的重担都可以卸下来，忧伤痛苦、别人的欺负跟欺压都可以得到解放。在这个预言，这是旧约里面以赛亚的预言。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2个经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7节。我们知道保罗一提到为他们问安以后，就马上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格莱士，他家里人跑去跟保罗讲说，那个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听了好伤心啊，保罗就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十架吗？你们是奉保罗名受了洗吗？好，在这里很显然，保罗这段信息的时候，给我们发现很珍贵。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兴旺、恩赐这么多又热心的教会，只是因为他们的信徒，那带领他们信主的人来源不同，他们学习的过程不同，就搞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因为他们敬仰不同的传道人，而就引起了纷争。那个亚波罗这个人是从犹太教皈依信耶稣的人学者，他的学问好丰富，通达经书，演讲的口才又好，也很热心传福音。他的声望很高，有口皆碑，所以极富吸引力。而基法就是彼得的亚兰文的名字，意思就是磐石。这个人是使徒之长，所以信基督的人非常的敬重他，所以当时就这样分类了。那分类呢？这一些人，保罗对这个局面很伤心。他说：怎么教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提出的给我们一个反省，好，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啦，像保罗派的人，就在教会里面呢，他不守那个整个律法啦，不需要节期啦，什么都不要。所以这些人很着重自由，但是他们流于放任，所以他们常常谴责别人太保守，忘记自由。这些保罗派的人忘记自由应该有纪律跟有节制。那亚波罗派的在教会也有一些人，他们把信仰深奥化，变成高不可攀的哲学，然后自视不凡，所以他们讲话就是满嘴的术语，引经据典，让下面人听得母煞煞，然后他就很有成就感。有没有这种人？也有了，在教会里面。基法派的人，他坚守纪律、法律、律法，他要求所有人守，
他忘记了耶稣基督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人不是靠律法称义。那基督派的人，他说基督派人在最弱势了，你们在比谁呢？我就认为把基督抬出来，所以他自以为自己才真正拥有基督，真正的基督徒，他可以垄断真理，然后呢，局限上帝在自己的团体里，这个实在是很辛苦。台湾有一个教会，有叫真耶稣教会，听过吗？只有他们那里有真耶稣，其他都假耶稣。然后呢，真耶稣教会要分类出来，叫做真耶稣教会。只有我们才是真的真耶稣教会，啊，那个真耶稣教会是假的。那个教会要分出来，叫做真耶稣教会。哎，那分不完，这不很荒谬。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不是在卫理公会，我在某一个教派。我们那个教派呢，喜欢唱什么诗歌，你知道吗？我那句里面，我爱我的地方教会，是神唯一的心意。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神唯一的心意，是让神有路走了。我就把我自己抬得很高，好荒谬。他们没办法接受我信圣徒相通，都觉得我自己拥有一切的真理。好，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才是主。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需要抬举任何的传道人，不需要高举。上帝所有的传道人的重要性其实相对的。唯一的老师、唯一的夫子、唯一的上主是基督，所以传福音的事工是基督的，而使徒、牧师、教师只不过是基督卓越事工的一个单纯的仆人，是器皿而已，不需要去高举人。所以这些传道人，他们能过的工作，只不过是为了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传道人讲的道，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有义务要好好的读圣经，看看传道人讲的道对不对。所以保罗称赞有一个地方的人，叫做庇里亚，有一个地方的人，他说这地方的人咸于推沙罗尼迦人，那是庇里亚人，他们天天查考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牧师讲的道，如果我讲的道万一违背了圣经，你们要提醒我；或者我讲的道，我用1个小时讲道，然后用1个礼拜用167个小时打我的嘴巴的话，你们就会说牧师你假冒为善，表里不一，你要认罪悔改。如果我讲的道是合乎神的真理，而我又行出这样的真道，或者如果我没有行出来，我也没办法把我所讲的道都行出来了。那个圣奥古斯丁说有2种人有资格讲道，一种是把神的道消化吸收了又行出来的人，这有资格讲道。他说第2种人就是读了神的话语，发现神的话语一直审判他，他在那边挣扎痛苦流泪，然后这种人也有资格讲道。我比较说是第2种，所以一直在挣扎。那我们一起来同行，我们一起彼此勉励不要去高举传道人，不要去高举传道人。所以基督是主。第2个，我们是奉基督的名，这不只是圣保罗这样的劝勉的用语，他也思想我们要言行都要奉基督的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查验传道人。我记得我离开荣光堂，因为那时候被选上会长，那时候我就要求卫理公会的牧师要加进来，一定要接受人格量表测验。我那时候被反对的很厉害，但反对的都是那些长牧、那些长老。他说，如果万一他也要求我们这些长辈也要测验，那我们岂不糟糕？那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读了詹德隆神父的那个基础伦理学他说美国的神父有75%到80%人格不正常，需要接受矫正跟医治。好，我看了以后，我好高兴啊！我说哇，神父都这么糟糕，我们这些传道人不错。
结果那个跟我们上课那个陈兰州牧师说：“许峰不要这样讲，人家天主教神父敢去接受人格测验，测验完了以后知道自己的错、自己的问题，而且敢去接受矫正，敢去灵修，敢去痛悔悔改。那我们这些新教的传道人，每一个人都是教皇，了解吗？我们每个都教宗啊，他们教宗只有一个啊，我们每个都是教宗。我们那个人格太过，我不会讲了。反正我以前有一个学生，现在在某一个医学中心当精神科主任，他跟我讲说：“陈哥，有3种人婚姻最糟糕。”我说哪3个人？他说第一个是医生，尤其精神科医生，他不只是精神科医生。他说第2个是教授，第3个是牧师。我说为什么？他说牧师太权威人格，太权威人格，自以为扮演上帝。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传道人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是成全信徒、各尽其职的，好像是个教练的人。我们当尊敬他，但不能取代上帝的地位。我们应该与他同工，但是如果他也是我们的弟兄，我们需要单独的劝诫他，帮助他成全。OK，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福音。今天的福音就很精彩。我们来今天的马太福音4章12节到23节，其实有3个段落。哪3个段落呢？第一个段落是讲到耶稣的事工的开始，是从加利利加百农，是4章13节到16节。然后第2个段落是讲到耶稣的核心信息，是4章17节。第3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呼召门徒得人渔夫，是4章18节到22节。首先，我们先来看耶稣传福音的地方，蛮特殊的。当时整个以色列国的重心是在南犹大，重心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呢传道却不从最精华地区，却不从天龙国传起，却跑到一个最落魄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那是加利利。我们来看13节。13节说，好，我们先看耶稣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4章13节。好，我们接着看下去，14节到16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在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人有光照着他们。好，我们先来看加百农这个地方。这个耶稣的工作的耶稣的家乡是拿撒勒，耶稣的工作的基地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耶稣的第2故乡，是他传道的基地。马太福音9章1节说他自己的城。好，加百农这个地方刚好就在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地，所以耶稣基督整个事工是在那个地方。而这2个支派在公元前第8世纪被亚述掳掠去，人民陷入了黑暗。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象征着上帝子民的耻辱、伤痛跟失落感。所以耶稣工作的地方是从那个人民最痛苦、最黑暗、最没有希望的地方开始宣讲天国，来驱逐他们的黑暗。好，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时候传福音也是什么？他说：“我传福音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对不对？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在这里是讲到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救恩计划。因为马太很喜欢讲说应验圣经说，所以他用耶稣应验圣经说他是拿撒勒人。马太福音2章23节，他同样他在加百农传福音也说是应验圣经。换句话说，耶稣是遵照上帝的救恩计划，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好，所以我们今天荣光堂教堂已经建立好了，我们盖了这么大的教堂，占了这么多的地方，哇！别的教会来看哦，觉得惊艳而感恩，为我们感恩欣赏的不得了。请问荣光堂是不是从此以后就要大有荣光，
专门找知识分子，找有钱有势的。哎呀，我们有一个会友，他病得很严重，被他的妻子遗弃，然后就离弃。然后呢，我就介绍他到卫理公会另外一个教会，他的故乡那里。结果没想到那个牧师打电话来骂我，他说：“启宏，你怎么找一个这样的人来我们这里？我们教会要找那些有钱有势、能够奉献、能够钱的。”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这种话呢？耶稣基督将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是根据什么？马太福音25章，我们有没有给那些饥饿人饭吃？有没有给那口渴人一杯凉水？我给那些吃肉体的有没有衣服？我们坐在最弱势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将来判准是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高级了，我们像那个保罗派的，或者像亚波罗派的，那我们教会糟糕了。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工作的起始点，而且是遵照上帝救恩的计划，是什么？你看马太福音4章10节到16节，简直是9章1到5节的预言的成就，好像为耶稣量身定造的。你知道吗？加利利离耶路撒冷那么远，那地方被看不起，因为被掳过、被掳掠过。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如果家里有人失足过以后，全家都从心里看不起。虽然嘴巴说浪子回头怎么样，金不换，其实心里面是一直在淌血啦。真的啦，没有几个真的认为金不换的，只有圣经里面那个恩典哦。那个浪子要回头的时候，那个父亲相离还远，而且拿着望远镜就冲过去了，对不对？去拥抱，这只有圣经这种恩典啊。所以连犹太人也认为，这些曾经被外邦统治过的，而且混血的、杂种的，从心里看不起，所以他们被希伯来人藐视，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因为当地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各族混居，常常接触不同的文化，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心胸比较开放，比较有主见，比较少的偏见。他们勇于创新，更勇敢的接受新的学说。而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跟文士、经学士都怀疑他们对信仰不够忠诚，然后耶稣基督就从这个被怀疑、被藐视、被漠视的地区开始传道，这契合耶稣基督的使命，因为耶稣一向关怀最弱势的、最卑微的、最需要他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而他们也乐意聆听，而且感到惊讶。马可福音1章22节说：“因为耶稣的教训正像有权威人，不像经师们一样。”所以这一群人不是被动的聆听，不了了之，听听说说而已，把它当作没有。这些人听了以后，他们就彼此讨论，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新的教训，而且具有权威。他连那些邪灵也听他的命令，连魔鬼也听他的话。这是马可福音1章27节的记载。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反抗，但是上帝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应该从弱势者。我们当年以前在广西路本来要建堂的时候，原来设计在地下室。我说这个卫理公会设计在地下室，其实最合适。结果那个台北卫理堂的2位都说不行，我们卫理公会是很尊贵的教会，是有钱人的教会，讲夫人是我们什么，讲了一大堆。我说是这样吗？你读的教会历史跟我不一样。当时有钱有势的人都是圣公会的达官显贵，而当时中产阶级那些有钱的人，中产阶级人都是在属于长老会、浸信会跟那个，而当时的工人阶级最被看不起的人就是卫理公会，真的。所以那个为我打开万事盘的那个为我打开万事盘那个作者 Top Lady， 他看不起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说：“你让那些丘巴回去当兵吧。”让那些弹面花的回去弹面花吧，那些让那些面包师回去擀面粉吧。你怎么会误入上帝的殿堂呢？他在讲那个约翰卫斯理传福音的时候，都找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就跟他一起传福音。那些人他看不起他们。然后呢，
那时候卫理公会得了一大群工人阶级信主，结果他们一信主以后要来聚会，整个全身都黑黑的。为什么？因为都在矿坑里面出来，只有这2只眼睛下面白白的，因为认罪悔改。就这样，其他这种出来跑去教会的时候被教会赶出去，他们跟约翰卫斯理哭诉。约翰卫斯理说：“岂有此理！怎么敢轻视我们那个叫做寻道友 Methodist？” 结果就找了500多人去包围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吓死了，躲起来不敢下来，他就在那边唱诗，唱完了要收奉献，完了就交给他们，就把奉献给他们，然后唱哈利路亚感谢主就离开了。那牧师吓死了，他就是这种当时就这样被看不起的，你知道吗？卫理公会到了中国也是最落魄的，尤其那个林乐知博士，他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南北战争他的那个监理会战败，被林肯打败了，所以他有14年都没有寄薪水给他。他在满清帝国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没钱呢，活得都很艰辛呢，都是这样子。来到中国一样来到那个你知道南洋的一个最大的卫理公会是那个沙劳越。沙劳越那些人是什么人？是一个人跟孙文一起革命的时候被追杀以后，就赶快把那个卫理公会的信徒那个福州福清的最穷的人，找了1200个，就漂洋过海跑到沙劳越去开垦呢。这些人穷到没办法，就活不下去的人呢，哪里知道沙劳越这些人将来变成个很尊贵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福音工作绝对不能看轻那些弱势的人。我们本来就是弱势的起家的。其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是最弱势的人，开始5个人信主的。台湾人讲第一衰的是剃头分锅吹，剃头分锅吹，信主的人都是这些人不然就是清道夫。在满清帝国的时代，满清的时代里面，那些人是连登大雅堂都不可以这些人就一个个信主，而且还是原住民呢。你知道原住民就是那个平埔族的，那个公阿拿啦，还有那个大虾啦，那个整个大社，你知道丰原的大社，整批信主的人，然后移民来以后就建了台中的柳园长老会。柳园长老会那个第一批，我认识一个老牧师说，他们教会那时候柳园长老会就有200多个医生，全部都平埔族的人。那从这个最低阶层的人被上帝抬举，结果我们反而看不起这些人，这是很糟糕的。我们要饮水思源，教会就是从这里开始福音工作。好，我们来看第2个耶稣的核心的信息，4章17节，耶稣在公开生活便宣告他的核心信息。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的信息跟马可福音一样，只是没有加上日期满足了。然后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竟然跟约翰施洗约翰一模一样。但是请注意，他跟施洗约翰不同的地方是，施洗约翰说：“弥赛亚快来临了，你们这些人不悔改，你们就要用火跟什么？”他要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然后要把簸箕里面把你扬出去，对不对？讲的都是审判的信息，你们要悔改，免得遭受审判。而耶稣基督的悔改是天国近了，他不是指弥赛亚，他是指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他说：“你们要相信福音，接受上帝所提供的恩典跟慈爱。”所以整个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传的福音不应该再是恐吓人、羞辱人。你们看，我在荣光堂的时候，人数正少的时候，本来有一个人要捐一辆车子给我，写着什么“末世已尽”，我没办法接受这个，而且还要叫我插国旗“中华民国末世已尽”。我说这个是荒谬啊！我们卫理公会有一个人就是用这样拿了一大堆这一类，但是我不接受，而且他们还喜欢拿着旗子。到人家说末世已尽，有没有？然后末世还要写着什么“人人皆有一死，死后有审判”。结果他们有一次跑去哪里，知道吗？跑去荣总跟高一的那个急诊室，写着“末世已尽”，那里人吓死了。这种福音，这不是福音呐！羞辱人，让人家恐吓，这是律法主义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充满了恩典，他来到这世上，充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说：“悔改，信福音。”悔改，领受上帝的恩典，
这白白的恩典。所以耶稣为了这个核心的信息，他就做了另外一个工作，请看4章18节到22节。耶稣开始宣讲这个核心信息，紧接着18节到22节，就是耶稣呼召门徒，这是他宣讲天国第一件事，就是呼召门徒跟他同工。他呼召了2个家庭的2个兄弟，他先呼召了西门跟安德烈，这一对兄弟正在撒网，一听到耶稣的呼召，就抛下讨生活的渔网，甚至于等不及收网，来不及收网呢，要看渔获的结果呢，他就干脆就放弃了，然后就大方的跟随耶稣，去学习什么？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他们看重耶稣的应许，他们很协助耶稣基督去争取更多人进入天国。耶稣有非凡的权柄，所以西门安德烈立刻明白他是老师，是夫子，是上帝，是救世主，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跟随他。好，第二个，耶稣基督所呼召的那个2对兄弟，这2对兄弟是比较有钱，因为他们还有渔船，而且在那边网很大很多，在那边捕网。他们在那边修理渔网的时候，这对兄弟毫不犹豫的抛下了渔网，也离开了渔船，跟他父亲跟着耶稣去。这个毫不保留的去的跟随耶稣。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呼召人加入他的新的大的家庭。这个很特殊。为什么上帝要呼召这一位？上帝是无所不在、大能的上帝。奇怪，这就是上帝的奥妙。上帝出人意表的，因为什么？上帝乐意要我们与他同工，并且同工了以后，将来又把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上帝赐下恩赐、能力、智慧给我们，然后我们运用了以后，将来呢又让我们得荣耀。这是好特殊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好，这个蒙召的这2个兄弟是渔夫，这很偶然，其实不是。台湾那个是怕会俩餐爱亲兄弟啊，所以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去领一个追思礼拜，结果来了1700人，吓死了，50几辆游览车上来，你知道是什么？因为那个弟兄他是当那个叫做什么，专门在那个打火的那个什么署消防署的署长啦。所以全国50辆游览车来，我很少领过追思礼拜这么长的。那次我讲到才4分钟，讲到4分钟很简短，因为人家会回去赶打火了。结果有一个长老起来祷告，竟然请他祷告，结果他祷告了20分钟。好气到不得了，就这么炫耀自己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因为太难得看到这么多人所以实在是很荒谬。而且我连那个祷文都给他了，他只要练30秒就好了。结果祷告了20分钟，根本不理我让那个整个时间很可惜。好，这个真正的意思就是，他2个兄弟，这2个兄弟，这得人的大业跟渔夫相关，因为耶稣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耶稣的话要让他们进入一个不同的层次，他们不再是捕鱼的人，而是与人打交道的人，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把我们的职业当作是我们的 vocation。vocation 这个字 V-O-C-A-T-I-O-N， 不是当作我们的 vocation V-A-C-A-T-I-O-N， 不是把我们的职业当作我们的休假了。vocation 这个字是从 voice 来的 ，voice 是声音嘛，意思是上帝的声音呼召我们从进入各行各业，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他的得人渔夫。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基督徒还有一个名字叫 calling， C-A-L-L-I-N-G， 这个字呢翻作圣召，上帝直接呼召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显然的，要我们这一些人在各行各业，在我们的家庭里，
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社区，都要成为得人渔夫。耶稣基督真的呼召我们来参与他的救恩使命，而且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所以，我们听见了耶稣的呼召，应该毅然而然的响应。所以，这里的意思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当传道人，或者每一个都当牧师或传道，而是在我们的职场上，都应当在我们的社区都应该呼召人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年轻的人出来服侍主，我们也需要很多更成熟的人去服侍主。今天的圣召真的很缺乏，事实上缺乏的不是圣召，而是缺乏的是对圣召的回应。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恩待我，让我成为一个蒙召的人，成为得人渔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临洗的时候，我们就被你呼召成为一个小先知、小祭司跟小君王。主啊，你今天也仍然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发出呼召。主啊，恩待我们这些人，真的切实的回应你的呼召。主啊，也帮助我们，圣灵感动我们，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参与的社团，我们的亲友，主啊，恩待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特别感受到主你的呼召就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听从你的指示，甚至于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小野心，让我们有个大的雄心来跟随主。主啊，恩待我们，主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高举耶稣基督，而不是高举传道人，甚至也不是高举传道人的某些教训。恩待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得人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会友成为一个得人渔夫，也让我们从我们周遭那些弱势的人，那些行在黑暗中的人，那些坐在死荫幽谷的人，帮助我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